来讲一个甲公德心有关系这个新闻，中部即马上水金黄花季已经开始啊。最近这里边的关大湖乡呢，真水金针花海有游客无守规定，踏入花圃去翕相，将这个金针花拢打甲烂了了，好在地人看呢，看了后真唔甘。啊，所以讲有菜芦笋，佮有大个是，抑有真个游客，伊原是有看到，当作无看到，直接就踏入去花圃内去翕相，爽断这美景，真正是有够无彩。 民众摕手机相机、菜卡架，去伫咧金针花海内底翕相。不过真足甲看，因含金针花作为翕相所在，说实在三角框袂当密起的所在，互别个民众看到拢讲有够咸的。哦，那就太夸张了。这是苗栗大湖最近真有名的金针花海，因为常常游客无听话，总去内底翕相，甲金针花拢打甲死死去。就算管理单位有采三角框打广告，嘛是有真侪游客老神在在，无咧甲插。有写，然后他们不听劝。哦，还是跑进去拍啊？排队。 拿车乱停，那个地主都在抱怨说车子乱停。看，都会告诉他说，尽量不要用手去触摸，因为那个花不能食用，它有喷洒农药。附近的民众无奈讲，游客除了乌白搭金针花海，佮乌白叉车，交通变个真乱，互开放无够2礼拜，金针花变个真歹看。我们在旁边都是有插那些 提示的标语啊，请不要采花，请不要跑到花丛里面哈。香港所讲，这片有400公尺块金针花，是真无简单，向利好局争取到经费，用几啊年时间才有成果。而且金针花佮代表母亲花，加上这礼拜就是母亲节，要带妈妈来这看花游客来个站在嘞，听小这片金针花海，唔通佮家糟蹋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